一个香港的一生，说了3个重点。就过去所有在香港过去在经历10年发现的浮尸，加一起还没现在的核呢。而且过去在香港发现所有的尸体都有人报案，近来发现的尸体一个报案的没有，啊，一个报案的没有，战友们。还有过去所有这些尸体处理都是消防来处理，水警都不沾的，最多给你放一边去，更不允许你隔流，不行你打医院去。现在所有的尸体都是水警争着抢着做，而且不让你这个消防警碰。啊，第3个，大家要看到过去的尸体，因为水警的船根本就捞不上来，没有放尸体的地方，现在就拿钩子直接勾到尸体，叭就给扔上来，把袋一装，直接火化。过去火化前的10道手续，现在1道没有。这3条，大家你们能告诉我们跟香港的这个抗议运动没关系吗？啊？这种发生跟香港的抗议难道没有关系吗？香港的佐敦医院的地下室是什么时候加建的？在6月9号的时候我就说过，共产党已经在香港布下了天罗地网，包括过去的黑屋。在2年前我爆料，1年前爆料，我就说过，香港有执法黑屋，有几百个，在火炭、大屿山、新屋岭，包括了香港的9龙的各个区。大家要注意到，这是香港咱们香港同胞们，你们战无不胜，战斗了很多年，但是还是太天真。所以昨天晚上我跟那位战友急啊，希望你不要介意啊，你们太天真，你太爱表现你自己了你表现啥？对不对？早就跟你说，你到那儿去，你不能老关注在街上，你把精神都全都给你埋了，你怎么办呢？弄死了。他现在公开说抓了2000多人，我再告诉大家，10倍都不止。我再说一遍，因为绝大多数从大陆来的，还有一些香港闭嘴的，还有一些大陆移民到香港的，还有外国移民香港的，包括越南籍的人，没有人说话。现在共产党就这个有家有门的、有姓的、有地位的，就给你算数。凡是大陆的一概不算数，弄死也不算数。就是咱们的战友到珠海去认尸的时候，火葬钱你得拿，旁边那个你也烧回去，跟他一起的，他根本就不知道是谁。那会儿就他躺着就好多几十个尸体。还有一个，我昨天告诉战友们的，一定要记住，从赤柱，包括赤柱那一条街旁边，你看看那个驻军的几个码头，现在为啥都不让停船了？很多尸体和人绑架，直接就从那儿13分钟就到大陆了，他的快艇大家还认为现在没戒严吗？我给9月1号我们那个大校战友冒着全家的生命危险告诉香港，已经戒严了，他只是没公告而已。香港的银行，大家去看看去，多少银行现在还去这个完全自主的做这个开展业务完全被共产党，完全被解放军接管了。汇丰银行董事会都改了，都不敢说话这难道这还用说吗？还有证据吗？所有香港的战友上街的战友，你们的银行被冻结，你们的家人资产被冻结，那是香港政府能处理得了的吗？都是在执行共产党的命令所以说战友们，香港的战友们，昨天咱们那么长时间，我说的话我今天要公开说，就是因为太多战友们太天真包括现在被这么多卧底的战友说太多卧底的了，这些卧底的人大家一定要记住，要抓现行，要有证据我再说一遍，文锦渡，文锦渡，文锦渡，新屋岭，新屋岭，新屋岭，次柱，次柱，次柱，船水，
左屯解放军医院，左屯解放军医院，各大银行使黑手，然后严防卧底，卧底的人全有痕迹。